同款嘛是真罕得看，来看到长尾山羊规分数一直准，原来是伫西城区。这是家人一个环保志工来到新北市郊外翕相，无张持翕到这尾长尾山羊，规身躯拢全到遐一直准，用鸟仔喙伫咧啄伊的身躯，宛然伫咧洗分数共款，就那甲画面翕落来。问小鸟协会社团的人，经过专家来解答，原来长尾山羊正是伫咧洗身躯，会当穿身躯内底才会寄生啊虫，佫会当顺续做事吧。野生的台湾蓝雀，也就是这个长尾山羊，伫树丛内安尼一直咧震动，红色的喙杯伫咧喙遮吐一个，遐吐一个，斟酌甲看，伊规分数拢是这个高下。有2-3只蓝雀坐在地面草地上，它们都有很奇怪的动作，那种动作好像是在张开翅膀，好像看起来就像在沐浴的。在洗澡的样子。家人有一个环保志工来到新北市的郊区，看到这个画面，头起先伊就是讲这是长尾山羊家己咧洗分数，伊转厝了后，甲影片甲放大，才发现到有各样。有袂少的人看到这个影像，拢想讲这是长尾山羊去吸到狗下收，才互狗下来甲加。不过当事人甲这个画面甲铺上去这个香蕉的社群，才有专家来甲解答。讲这是生态的自然现象，他在做蚂蚁浴，也简称叫做蚁浴这是一种洗澡方式，很大自然、很独特、很奥妙的一个行为模式。那长尾山羊，甚至还有200多种的鸟啊，会利用这个狗下来清因分数的杀，也是寄生虫。狗下会生这个狗下酸，这个狗下酸就会当保护鸟的皮肤，让鸟有亲像咧做 SPA 的感觉。动物善用其他的物种来做这个清洁保养，嘛，互人真赞叹大自然互利共生的奥妙。记者综合报道。